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从《列王记下》第23章来看到南国约西亚王他的改革，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他的王位接续给他的儿子约哈斯，另外一个儿子约雅敬。那在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亚述已经逐渐走下坡，即将灭亡，而巴比伦正准备兴起。而南国犹大在约西亚的改革，带来一丝丝的希望。但是在先知户勒大女先知户勒大的预言当中，那上帝的审判仍要来临到南国犹大，而另外一旁的埃及，他要选择哪一边？是要来帮助亚述，还是要来帮助犹大，还是帮助巴比伦？好，那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和线索。23章第一节，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进场了，王上记上主的殿，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的住民、祭司、先知甲所有人民，无论大小，嘛拢上去，就将伫上主殿内发现的约书一切的话读互因听。王徛伫条边，伫上主的面前立约，要全心全意顺探上主，遵守伊的诫命、教示甲规例，实行即根册所写立约的话。人民嘛拢决心要遵守即个约。约西亚他的利未人在圣殿当中忠心的工作，发现的律法书。王听的律法书撕裂衣服，并且谦卑求问神，向神哭泣。那虽然神没有要收回他的愤怒，但是神应许约西亚可以平安的进入坟墓。但约西亚没有因此而满足，他继续要让全国人民来遵守神的话。同样，这都是在他做王的第18年，也就是他26岁。他在所罗门王的柱子旁，要百姓立约，尽心尽性跟从神，遵守神的诫命。这正是申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所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而全体的百姓也都愿意遵守所立的约。我们继续来看第4节。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20几种的偶像，或是这些的迷信的偶像崇拜，这些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约西亚一一的来清除王命令大祭司希勒甲副祭司甲圣殿的守卫，将为巴力、阿舍拉甲天顶的万象所做的器具，拢对上主的殿搬出去。伫耶路撒冷外面吉伦溪谷的山坪放火烧，各将火夫拼伫伯特利。以前犹大列王所设立的祭司，就是伫犹大遐的城甲耶路撒冷四围的山头段烧香拜偶像。巴日烧香拜日月星神，以及天顶万象的祭司约西亚王，拢甲因废除。伊阁甲阿舍拉女神的雕像对上主的圣殿搬出去，到耶路撒冷外面的吉伦溪谷，伫遐放火烧，推做火夫，将遐的火夫压伫人民的公墓，阁拆毁上主殿内南窗的厝，就是俘虏为着阿舍拉编辑物件的所在。约西亚对加巴到别是巴，将犹大逐个城的祭司调来耶路撒冷，破坏遐个祭司烧香的山头段。伊阁拆毁约书亚市长所起拜山羊鬼的庙，这个庙伫入城门的倒边。毋过山头段的祭司无伫耶路撒冷上主的段服侍，只有会当甲其他的祭司食无甲饼。约西亚阁破坏伫新伦子山谷的多菲特庙。才免人伫遐烧因的查某囝献互魔毒。伊阁将犹大列王献互日头遐个马刷走，烧毁献互日头的战车。这个马本来系伫上主圣殿的门边，瓦棍太监拿单美丽的厝。犹大列王伫阿哈斯王宫厝顶所起的祭坛，甲玛拿西伫上主圣殿两个鼎所起的祭坛。约西亚拢甲因毁坏讲喙，将遐个油拼伫吉伦溪谷。以前以色列王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东边，伫毁灭山的南边，为着服侍西顿人可爱阿苏塔略、摩阿人可爱基莫、阿文人可爱摩洛所起的山头段，约西亚王拢甲因破坏。
伊阁毁坏9条错阿夏人的条上，因死人的骨头甲遐个所在吞没。好，一连串我们才发现，原来南国犹大如此的败坏，其实都是从马拿西在他55年当中所留下来的遗毒。虽然马拿西后来有悔改，但是他也无力来改变过去他自己所累积下来的。所以接着亚门一直到约西亚，好，到他26岁做王第18年，也是约西亚他生平第3次的宗教复兴，好的推动。好，那这一次是非常的彻底，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愤怒，好，已经是没有要收回，好，虽然他更加警醒，更加全力的来做，好，但是我们也看见，好，在这当中，居然耶和华的祭司在秋坛献祭，这个耶路撒冷的市长，好，来拜山羊鬼，而这些太监，好，那也沾染污秽，好，甚至献自己的这个人民呢，好，信任子骨陀斐特，好，来焚烧自己的儿女，把儿女献给摩洛神迦南地的太阳神，甚至为献给太阳的马，献给太阳的战车，还有亚哈斯王所筑的祭坛，马拿西王所筑的坛，甚至从所罗门，好，斜僻山，斜僻山就是橄榄山，好的南边所造的亚斯他路巴利的妻子摩押人的基摩，亚门人的米勒宫。好，那所有的这一切呢，约西亚王都一一的污秽、破坏、打碎，好，弄成灰，用并且呢，用人的骨头来填满那地方啊。好，意思就是说，这些呢，让人没有办法再去重建这些神明的庙。好，那这其实呢，好，也快要结束南国这么长拜偶像好的势力。好，但是呢，上帝的愤怒仍然兴起，好，仍然执意要来进行啊。第15节，约西亚毁坏伯特利的这一段，就是尼巴的囝亚罗伯安所起，互以色列犯罪的山头段，甲这一段甲山头段讲甲脆脆，搁烧阿舍拉条上。伊越头看到山里遐个梦，就派人去摕梦内的骨头，踮弹顶烧，拍拉山这段。拄拄应验以前亚罗伯安伫最期徛伫单边的时，上帝重用的人所宣告上主的话。约西亚搁回头看到宣告这个话，迄个上帝重用的人的梦。约西亚问：我看到的是甚么人的梦牌？迄个城的人对讲：这是上帝重用的人的梦。伊对犹大来预言王拄则攻击伯特利的弹的代志。伊讲。莫甲叮当，毋通刷伊的骨头，因就无去动伊的骨头，嘛无动着对撒玛利亚来迄个先知的骨头。以前以色列的列王伫撒玛利亚逐个城起山头弹，结上主受气。现在约西亚亲像伊伫伯特利所做，将遐个拢毁坏。搁伫弹顶抬死所有山头弹的祭司，伫弹顶烧人的骨头。后来，伊倒去亚罗撒冷。好，前面我们看了至少16个好偶像的崇拜，现在呢继续看到17个好是耶罗波安好在伯特利好，其实他不仅在伯特利，还有在但设了金牛啊，但是这时候的但呢，因为台北边好可能已经不是在他们的范围当中啊，好，所以特别针对了伯特利啊，好，伯特利这事件呢，好，其实在300年前的耶罗波安好，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偶像的地方，那但是呢，在100年前好列王记下第17章，好，神呢，好也差派了使者。好，列王记下第17章。好，那神呢，好让一个就是这个亚述灭了北国犹大之后呢，好有狮子咬死了这些撒玛利亚好被移居来撒玛利亚的人。好，所以有派一个祭司，好，那在伯特利教导他们怎么样敬畏耶和华。好，这件事情呢，也已经过了100年了。所以伯特利呢，好在约西亚的手中呢，好又重新的洁净，好分别为圣。好，那甚至在这个地方呢，好，他也发现了列王记上第13章，好，那就是当初来警告好这个耶罗波安王好所做的事情，好说大卫家有个儿子约西亚，他要在你上面烧香的秋坛祭司宰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了。
好，那这个事件呢，果然预言一一的成就。好，但是这是一个神人，还有一个老先知的故事啊。好，是记载在撒玛利亚第13章。好，但在这里呢，约西亚王好也看到这两个人好埋在一起的墓。好，那甚至宣告说，好让他们安息，不要挪移。好，这一切的事情果然都一一的应验了。好，但是26岁的约西亚王，好，不仅只有做这些事情，在这一年当中，好，真的他是非常的投入。好，我们继续来看21节，王命令全国人民讲，就照这个约书的记载，守搬过罪，服侍上主恁的上帝，对士师治理以色列，到以色列甲犹大列王统治的时，因也毋捌亲像安尼守搬过罪，只有到约西亚王第18年，才伫耶路撒冷上主守这个搬过罪。好，所以约西亚好，那他恢复了逾越节，好，那而且是盛大，好，那在历代志下的35章，好，那在后面特别强调说，自从撒母耳先知以来，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所有住在犹大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他们这一次所守的逾越节，这是在约西亚作王第18年，也是他26岁的时候。而且这当中很特别，逾越节的羊羔呢，是由利未人来宰杀。好，那约西亚好，他恢复了敬拜，好，他清除了圣殿，好，恢复了敬拜，好，但是他依然推动改革，他的改革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我们继续来看24节，犹大对甲耶路撒冷所有看望的，甲当机倒头偶像甲家族神像，以及一切可恶的物，约西亚拢甲因除掉。照大祭司希勒家伫上主的殿所发现的律法书所记载话去做，伫约西亚以前无王亲像伊专心专意专力归向上主，遵行摩西所有的律法。伫伊以后嘛无有一个王亲像伊，毋过因为玛拿西的所做有结上主受气，上主无停止伊对犹大所发猛烈的大受气。上主讲。我要将犹大对我的面前赶走，亲像我捌赶走以色列。我要去杀我所建这个城耶路撒冷，甲这间圣殿，就是我捌记伊讲，我的名应该伫遐受敬奉的所在。约西亚的其他事迹，甲伊的所做，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约西亚在位的时，埃及王法老尼哥上。约法拉底河帮战阿述王，约西亚王出去迎战，埃及王伫米吉多甲约西亚交战，伫遐甲约西亚抬死，伊的人神引车载伊的尸体对米吉多送倒去耶路撒冷，将伊安葬伫伊家己的墓。犹大的人民因由抹约西亚的囝约哈书设立伊做王，煞接伊的老爸。那之前我们看希西家，上帝已经预先预告，好，这个巴比伦要来抢走，好，要来掳走他的后代子孙百姓。在马拿西的时候，上帝预告，好，他要将耶路撒冷如同人擦盘子，把盘子翻过来，要倾覆耶路撒冷。在这里呢，好，那约西亚王好不断的改革，好，那25节提到说，好，在以前没有王像他如此尽心尽性尽力，好，这正是申命记第6章第5节所说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好，因为他后面只剩下4个王。但是上帝的怒气不停止，好，这个怒气呢，好，不仅是要让巴比伦来掳一次，然后呢来翻盘子掳2次，好，甚至还有掳3次，就是神呢要撇弃好这个城耶路撒冷，好，那也就是按他的名，好，应该要受尊崇的地方，所以呢总共加起来3次，所以耶路撒冷好被掳三次。那约西亚好，他最后的事迹好，那是因为死在埃及法老尼哥的手下。好，那这件事情呢，好，在列王记只有3节的记载，但在历代志下35章好有详细的记载。好，从他26岁好到他39岁，好，那这当中呢还有13年的时间。
好，那约西亚呢，好，继续在修神的圣殿。好，那在这个事情完成，那埃及王尼哥要攻打加基米斯啊，那约西亚去抵挡，好，因为呢，埃及要去帮助亚述来抵挡巴比伦，但是呢，好，约西亚不想要亚述继续被帮助，好，所以他去干预。那法老呢，告诉约西亚这是出于神，好，但是约西亚却不听，他仍然要出去，好，结果在米基多平原的战争呢，好，被弓箭手给射中。好，那受了重伤，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死了。好，25节还提到说，耶利米呢为约西亚做了哀歌。好，但这哀歌不是耶利米哀歌。好，耶利米哀歌的内容，好，大部分是在讲约西亚死后，好，这个耶路撒冷城好被毁灭的时期的哀歌。好，但是呢，好，这些以色列的男女呢，好，就会来悼念约西亚王，好，他所做的一切。好，虽然他非常的年轻，好，只有39岁，但是他也做了31年的王，好，甚至在他31年的王位当中呢，好，他是何等的从个人开始，带着全国百姓尽心尽性尽力的来服侍神哦。那在这个从埃及法老好要上来帮助亚述对抗巴比伦的这个战役呢，从可以是在主前609年哦，好，那尼哥好要来帮助亚述，好，但是收复哈兰没有成功，所以幼发拉底河成为埃及跟巴比伦的界限了。好，那在5年后，4年后，主前605年，好，就是在约西亚王死后的4年，好，巴比伦呢王储就是尼布甲尼撒就在加基米斯好的这个重要的历史战争上面呢，好胜过了埃及，打败了埃及，并且一路追埃及，追赶埃及的路上呢，又来侵略了耶路撒冷了。好，这是我们明天在列王记下第4章第24章会看到，也是约雅敬在位的第4年。好，这些历史呢，好也在耶利米书在历代志下，好我们都会看到。好，那后面呢，我们继续来看。好在约西亚他死后呢，好那他的儿子好接替好来继位啊。31节，约哈书这位的时23岁，伫耶路撒冷做王3月日久，伊老母叫做哈木他，是利拿人亚利米的查某囝。约哈书做上主看做歹的事，照伊的祖先的所做去做。法勒尼哥将伊关伫哈马地的利比拉，不准伊伫耶路撒冷做王。各罚犹大国金34公斤，银3400公斤。埃及王尼哥设立约西亚的囝以利亚敬，煞接伊的老爸约西亚做王，甲伊改名做约雅敬，国甲约哈书掠去埃及，伊就死伫遐。约雅敬照埃及王的命令，将金甲银交互伊。约雅敬对全国人民照因的财力征收金银，交互埃及王尼哥。约雅敬继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伊的老母叫做西布代，是罗马人比大雅的查某囝。约雅敬做上主看做歹事，照伊祖先的所做去做。好，那在约西亚死后，好，那他的几个儿子，好，包括孙子，好，接续来做王啊。好，首先是约哈斯。约哈斯这个王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夺取，好，在耶利米书22章，好，又叫做沙龙，但是他不是长子，好，他可能是排行老3，甚至是老4啊。好，那他的母亲叫哈木他，好，我们刚才有读到，好，那哈木他就是岳父是靠山，好，那哈木他是耶利米的女儿，但是耶利米不是先知，耶利米是同名哦。好，但约哈斯好行恶，而且他做王很短，只有3个月，是南国19王以后当中做王最短的。好，那所有南北国当中做王最短的是新利哦，只有7天。那但是埃及法老尼哥呢，好，因为杀了约西亚，好，所以刚才这张图我们有看到，好，尼哥呢，好，就把这个
约哈斯王，好，立他为王，好，但是一个伪政权呢，好，不让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把他带到了哈马的利比拉，好，让他在那边，也就是叙利亚，好，并且罚钱，好，100他连得银子，1他连得金子，好，但是呢，只有3个月，好，又让这个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敬。好，以利亚敬的意思呢是上帝建立哦，那他令他做王，好，把之前的约哈斯好是约雅敬的哥哥，但是不同母亲哦，约哈斯是哈木他生的，约雅敬是西布大生的，好，西布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给予哦，好，那让这个约哈斯呢又把他带去埃及，好，所以这个约哈斯呢很可怜，好，一下被带去叙利亚，好，一下呢被带去埃及，好，那他又被称为是南国犹大的王，好，但是只有短短的3个月哦，而约雅敬呢，好，虽然在位有11年的时间，但是呢，他却得要继续的缴罚款，好，而这罚款呢，好是要给法老，好，所以在这个时期呢，他们得要听埃及的话，好，那但是他依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即便他们已经没有偶像可以拜了，因为他们的父亲约西亚差不多把全国的偶像都清了差不多，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要遵从神的话。好，那还是随自己的心意去做。好，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年代表呢，好，大概来做个整理，就是在约西亚做王的第8年，也就是他16岁的时候呢，寻求他的祖先大卫的神，那成为继西西家之后的中心之主，一代贤君了。好，那约西亚王在位第12年，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接近耶路撒冷、犹大还有以色列各城，除掉丘坛和偶像。好，这是历代志下34章的记载。在约西亚王在位的第13年，也是21岁，是耶利米蒙召的时期。那他22岁，好，是新巴比伦好帝国建立的时期。到约西亚在位第1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好，我们刚才今天所读的，包括重修圣殿、发现律法书，昨天读到了向女先知求问，然后召聚百姓与神立约，第2次彻底的洁净圣殿，清除这些加起来超过21样的偶像啊、丘坛啊、神庙啦、神明啊等等的，好，并且大规模的遵守逾越节，好，都是在他26岁那一年好发生的。好，那后面还有13年的时间，他继续的重修，好，来整顿圣殿百姓，好，但是因为埃及法老要上来帮助亚述对抗巴比伦，好，结果呢，他就出去米吉多拦阻埃及法老，好，就在那边受重伤，好，回来就死在耶路撒冷了。好，那死了之后，好，同年的7月，好，6月死了7月，约哈斯继位，但是10月呢，又被尼格所废。好，那这个约哈斯一下被带到叙利亚，一下被带到埃及。那废掉约哈斯，好，又立了约雅敬啊，好，就是以利亚敬。好，那并且呢，好罚钱，好，然后把这个约雅敬呢，只能够向人民呢来征收税银啊。好，那其实也在那个时间呢，后面不久没多久呢，好，那巴比伦呢就打败了埃及，甚至亡了亚述。好，但是呢，巴比伦的手呢也准备要伸到南国犹大来啊，这是我们明天会继续看到的经文。今天的金句在23章第2节，王上去上最殿，犹大敬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这是先知甲所有人民，无论大小，马拢上去，王就将伫上主殿来发见的约书一切的话，读给因听。我们看见真理的立约，也要有铁腕的行动。好，那如果听的话不去遵行，就是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但是听的话去遵行，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能够彻底的与罪恶败坏划清界限，好，没有留退路，也没有暧昧的空间。而我们的事工跟服事的热情热忱，好像约西亚王，好，那都是建立在一个逾越节与神的立约上面。好，他纪念神的救赎拯救，从律法书，好，从生命记当中，他看见上帝，好，他怎么样救他们出埃及，脱离过红海。
好，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好，我们也要持守现代的逾越节的根基啊。那么看到约西亚在已经命定的命运，好，最终的命运，好，就是一个终极终末的审判。但是约西亚反而更加的积极警醒，好，预备好来做各样的服事。哦，那我们一样有一个终极的审判，好，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不是在这个终极的审判当中黯淡灰心放弃，而是要继续的为主做工，求主保守我们的灵命，好，能够留下无可指责荣耀的冠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能够学习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也能够学习听了你的话，要遵守你的诫命，就是聪明的人要把房子盖立在磐石上面。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像约西亚王一样，能够除去一切的污秽，能够把生命里里外外，从个人到家庭到全国，都能够努力的来清扫、来整顿。好，让我们能够行在地上，让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愿神帮助我们面对将来要来的周末的审判，让我们不是只有躲藏，或是只有逃避，而是要勇敢积极的来面对，能够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能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